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ndrew 陳俊廷啊。嗱，咁我首新歌呢叫《大個之後》啦。上次我就介紹咗我首歌嘅內容。嗱，咁今次呢，我想介紹我嘅 MV 啊，因為今次邀請咗任達華先生飾演我 MV 裏面嘅爸爸。咁個故事呢，提及到後生嘅時候啦。任達華呢，只係想追求自己嘅夢想，咁但係佢爸爸話佢不切實際，希望佢可以做一啲有出息嘅工作。咁而我飾演佢個仔呢，係一位編劇啦。咁我同樣地呢，亦都係想追求自己嘅夢想。咁但係因為呢，任達華唔想做翻佢爸爸之前對待佢嘅嘢呢，咁啊對我採取一種好寬鬆嘅態度，希望呢可以了解同理解我追求夢想嘅原因。咁佢冇重蹈覆轍，今次變成一個好明白事理嘅爸爸，俾佢嘅仔去追求自己嘅夢想。其實首歌呢，我希望喺個 MV 度可以表達到爸爸同個仔之間嘅愛。可能有陣時呢未必需要好直接，但可以生活嘅細事啊、渺小嘅事情上面呢，可以令到大家更加理解包容大家嘅需要。咁我希望送呢一首歌俾每一位有共鳴嘅聽眾，希望佢哋可以繼續錫多啲身邊嘅人，愛多啲家人，同埋留意佢哋。大個之後，到處遠走，忙碌似永久，累積千個傷口，直到有了這掌心好友，凡事並沒錯漏，提示不拒的愛太罕有。回答我，掛念到底怎會多得過？我問什麼，永未出錯，為何讓我到過去，從沒法協助愛意。愛生活，愛音樂，寓意發，一切從音樂開始。我係陳俊廷。